好似我哋講嘅客戶預算。唉，點解唔講咧？咁好嘅，咁好呢安，就咁啦。喂，講，唉，你唔係啊？你讀咁多年聖經，每天愛你多一些就算。係啊，多啲我一定有我字，要有我字先得㗎。你講咩啊？你夠得唔使除咯。我係咩啊？第一大誡命係咩啊？就話。會生個雞出成日犯第7戒喎，知道嘛？食呢個機會認罪啊！我啊，我將食呢個機會認罪。嗱，攞6個梗啊！為咗呢個3本以權，令到我遇上殺人。有啦，好。好未有先吧？我就想 delete 咗。